水下百万。好，来欢迎第一组来宾，咱请假。人水三大班，来下百万。哎呦，紧张哦！来，咱第二组来宾请假。洪水好大班，青的过人员，来欠人赞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第三组的来宾，咱顶假。东调运动走第一，上水上紧摕奖金啊！两点六假。来第四组的来宾林假。耶！新的里面来个专家有地位，100比赛得冠军，200比赛摕奖金，800小酒来看戏。咱今条件一第一台人，带你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今日咱四队的家庭拢来啊，吼，这是咱的好赛，是啊，加刺激，加紧张啊，因为四队敢若一队会使进入咱的决赛哦。哎呦，拢强的，拢是遮呢，要安怎？顶一抓咱决赛，初赛的时阵因摕偌济奖金，好来，咱先讲咱增加，增加。我们客气啦，无偌济啦，偌济3万里尔。3万里呢，厉害！恁今日来拢是顶抓来对无？拢是同款嘞，第一位嘛，第一位当好啦，稳定。嘿，啊，过咱的迄落啊，敬业对，咱的什么先生？咱的迄个甲醛先生呐，甲醛先生是啊，咱啊，的队长景基，嘿，啊，过咱的景明，搞跳舞的，搞跳舞的，是，第二组更较不得了啊，是，系咱的刺界队长，欢迎咱有志哥哥，啊，顶面奖金。摕偌济？无偌济啦，我这100万亿，100，伊要甲决赛，天就比得掉来啊！加你别去啊！还是别慢赶快，专业输弟妹姐姐，小吴，啊，个咱大伯，耶，我过来啊，换顶架。这边赶快带姊妹啊来啦！对，咱都是阮介意卡踏车的朋友啦。大家车的朋友，继续卡踏车爱摕奖金，全部拢是原本的，原版的嘛，系啊，有咱的油刷，跳舞，啊，今日咱的升喜，是这队吼真文雅，系啊，嘿，啊那个另外一题我看到拢会惊，哎呦，嘿，啊不过因奖金敢若不哩济哦，哎呦，问者，好来欢迎咱的林啊！红哥，咱亲爱台湾的朋友哈，是人间条件一的，舞台剧哈，特别咱台南哦，是一个正月11号，正月12號，下晡的2點半要公演啦，要公演啦，迄票哦，無啊，但是你若真正要訂，阮再來敲互恁。你丢白啊，是做假的啦。高橋，啊你这边啊，就问者哦，啊你顶出来是摕偌济奖有金？夠多啦！多呢好，阮对钱一點仔概念都無啦。啊，摕200萬哦，開甲剩2萬9。你人看覓啊？啊，剩2萬9呢。哇，这边啊，是原版的林妈嘛，有咱的有心，有心，咱的明和，啊，咱的华文，嘿，啊阮李丢伯啊，哦，今日吼会当徛伫遮拢是真强的队，对，队友哦，吼，所以讲咱今100万真正要摕到登去，啊加油哦！好，今日介绍咱的第一个问老师，欢迎咱的丹红伟丹老师。哦，拜拜。各位拼台语，奖金摕回去。奖金摕回去啦，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好，来斗
好，人抢擂台。哎呦，紧嘞哦！要安怎抢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4队吼，每一边拢爱派一个人出来。一个人。嘿，啊，伊出来了，就会使同齐抢2个题目。哦，2个题目。但是一题敢若会使讲1摆的机会哦。你若讲唔对，机会就让别人。换人哦，先甲第一位上强的派出来啦。来，这摆派出来。好，讨论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请4位来这里。来。啊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卖手伤济，加油！这无你讲生笑的。恁一人身躯派1万哦，加油！嘿，1万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嘿，这题有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来看2个字。第一个提示，伊就是会发财。会发财哦。嘿，来，第2个字。甲蛇有关系。会发财甲蛇哦。好，来，第3个提示。目睭叮当。目睭叮当，有当者无？有蛇。嘿，啊，搁有目睭会叮当。嘿，提示哦，我要第4个提示拢无人。这题是真简单的啦。来，顶架。哦，纠集。纠集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纠集对唔对？唔对。伊无机会啊，敢若会使讲机会。好，来，其他3个哦。好，来，搁第4个提示。甲真实颠倒饼。哦，来，民盲，是安那是民盲？因为盲着蛇会发财，盲着蛇会发财。困的时阵目睭会叮当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做民盲的时阵，拢讲甲现实颠倒饼。颠倒摆。哦，赞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民盲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加落去。恭喜哦，恁家得了5000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真正伊甲真实甲颠倒摆啦。颠倒饼吼。好，上尾啊一个是周公。周公，大家若想到周公，就是你困。因为周公会解梦啦。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搁有第2题哦。加油哦吼。好，来，咱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提示。第一个提示吼，伊就是食饭。食饭哦。食饭哦。好，2个字哦。好，第2个提示。钱开袂了。钱开袂了，食饭搁钱开袂了。食饭唔是爱开钱。系啊。嘿啊，有无？无想法，来，搁第3个提示。臭头啊！臭头啊！哦，来，咱人。皇帝。皇帝，啥那是皇帝？食饭皇帝大。食饭皇帝大。皇帝钱开袂了。哦。臭头啊，皇帝。哎呦！来，老师，皇帝对唔对？健康。来，分数我加入去。恁家搁加5000。好，恁拢无答案吗？系啊。真正吗？拢无看到，你也看，即马臭头啊，亮了就万岁。万岁。咱若看到皇帝，万岁万岁万岁。拢无啊，可能还袂提到遐啦。啊，第5个提示是金世皇。金世皇就上大个皇帝嘛。系啊，千古一帝。是不是？好，来真牛，咱人家真牛。即马1万啊哦。来哦，1万啊哦，强的搁伫后壁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第2位哦。是。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这条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咱看第1个提示。第一个提示，大家人拢有。大家人拢有哦。好，来，第2个提示。紧张的时阵会皮喘。大家人拢有，哎，迄是身躯顶悬的哦。哦，紧张的时阵拢会皮喘。哎呦，这到底是什么镜头啊？哎呦。好，有想法无？无。无，我过来第3个提示。李登辉正宗哦。哎呦，什么物件？哇，下海。下海。为什么？啥那是下海？我咧想是下海还是喙齿啊？紧张的时阵会皮喘，大家对家己有信心。好，下海，下海，你感觉是下海，是因为你看到啥物？李登辉啊，对。有人啊，无拢会用下海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下海对唔对？对。
刷看刷去吼，笑到闹气啦，就讲闹会害啦，就是咱的闹，就是害咯。好，所以讲咱想爱较紧的哦，对，加油加油！最后一个机会哦，咱上一笔咱点点哦。给我。好来，我出题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嘛是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出题是。第一个是大脑，第二个题是。扑扑的目睭，你应该都有赢啊啦哦。我应该想得出来吧？有无？第三，好来。大脑扑扑的目睭，你敢知影是啥物咧？咱这题有几个字？嘛是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出题是。第一个是大脑，大脑哦。好来，第二个题是。扑扑的目睭，大脑甲扑扑的目睭应该都有赢啊啦哦。我应该想得出来吧？有无？第三，好来。金鱼，金鱼。为什么？啥那是？啊，就泡泡的目睭啊，赞，大脑，脑看起来足大的嘛，这样。我有的啦，你头脑这个脑足大。哦，有一种是读个扑扑的金鱼。是。啊，金鱼脑啊，所以你的答案啊对呢，金鱼脑呢。哦，金鱼脑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金鱼。好来，老师金鱼对唔对？对啦。来分数。终于新加这个5招。是，来你啊看，伊敢若7秒的记忆。对。嘿，啊个有吼，收来收去地唔通吃什么话？嘿，无对无对。别步，爽快马达钱。迄个，那协会要收钱，找你长啊。好，来，搁有哦。够哦。来，今日换人。第三位啊！哎呦，队长起来，队长起来！咱今日运动甲精神做了真好。是，不管安怎，阮啥事爱做到到。无错。哎，几分嘛袂要紧。规身拢穿来安尼。是啊，机场无卡踏车啊，对啊。打拢骑卡拉车来的。对啊，你来看，真正假？无假啦。哦，我有真正，我感觉你精神佫较好。我头拄想讲，啊，你即马脚踏车停咧倒？真正，我车内底有卡拉车，我车内底有卡拉车。随时就当骑就对啦。是，咱就开车顶，是啊，开车顶骑过。嘛，希望大家哦，真正有影，就通啊行出去运动。运动啦，嘿，一定爱运动啦，吼，咱的身体改好，嘿，头脑才较紧。无唔对，好来，即马头脑动较紧的哦。赶快两题哦。好来，两题哦，来，咱这题几个字？咱这题吼，两个字。是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哦。好，来，第一个题是。伊就是伤清气的危险。哦，伤清气的危险。哎呦喂呀！好来，唔知影哦。第二个题是。真爱哭。伊真爱哭。伤清气的危险，我真爱哭。哎呦，这人怪票。啊。哎呦。想一个哦。来，第三个题是。有迄个蚊仔汤、蚊仔门。这真明显啦哦。嘿，有蚊仔汤，甲有蚊仔门。哦。好来，大伯啊。玻璃，为什么？因为受清气，别人会看无，会去弄着。哦，真爱哭，就是因为有时阵温度的关系，伊会流汗。像这个敢若对，敢若咧哭。佮有一个汤仔门，甲汤仔汤，就是对。蚊仔门、蚊仔汤，边仔都会加钱。哦，水啦，应该是啦。是。但是我看老师的表情，敢若无啥物。你讲快点，大伯啊，你对家己有信心无啦？绝对是玻璃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绝对是玻璃？点卡。我来分数啊，加入去。哎，恭喜咱起价加5千。精彩精彩。哎，袂歹。我拢
拢无想中吗？无想我是想着目睭啊，目睭是啥物？啊想着目睭还是目屎？对，我嘛想到目睭啊。对啊，因为一内口啊，还有玻璃迄种帮啊门，眼睫毛那个这种，啊，人就讲咱灵魂之窗嘛。对啊，所以想就是的。不过你甲看会破去。啊，就是啊，无看到后壁的提示，所以有当时也唔免急。看完提示了有得水咧。啊，无法度袂记咧，因拢这厉害着。我手机是要甲捏落去噻。我头先有讲过，会使甲弄开啊。我都控制我家己咧。手淡嘛，手淡。好来，即马大伯啊，已经摕到5000啊。来，咱上尾啊提示是啥？上尾啊一个提示反射甲折射。哦，讲照落了伊就会反啦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来，第二题哦。加油哦！好来，几个字？第二题嘛是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，朋友上讨厌。朋友上讨厌是讨厌朋友，朋友讨厌你。唔知哦。好来，朋友上讨厌哦。第二个提示，比赛。好来，低多，低多，甲朋友约好，时间到还未到，嘿，啊比赛也袂当，袂使。我们袂当低多。对。是。你敢若不了道理呢？我是不是伤过着急啊？哎呀，你走啦所以你的答案是低多。来，咱来看卖大有厉害无？老师低多对唔对？你是咧讲低多哟？低多。啊，唔对啦。想着急啦，不要紧，咱还有提示哦，手紧就好哦，脑筋就好哦。好来，咱看第三个提示，变魔术咯。哦，大伯也搁有啊，什么？啥？为啥讲后壁无好啦？效果差不多啊嘿。讲迄个啥？好，迄个不是就是讲生笑。讲生笑，啊，唔过讲生笑，所以你的答案是。我都冲来了，没关。哎呀！好来，老师生笑对唔对？冇机会啊！好，就来，七了。嘿，丁玲婚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婚教？因为变魔术啊，变婚教出来啊。变魔术婚教。比赛婚教有比赛啊。哦，放婚教。比如上讨厌你讲放婚教啊。是迄个意思啦。来，真正的答案我唔知影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婚教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厉害。你顶价得到5000咯。是，啊，阮还是。我来看戏的，我来当布塔配拉啦。啊，歹势，应该无不搭配啦啦。嘿，对啦，伊爱。团好落啊，摊配心嘛，规甲团书嘛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伊是和平的迄个上旨，嘿，因为咱也是讲上顶啦，和平的上顶。因为啊，咱也是买迄落有当时啊有什么活动，123和平节，伊就放迄个婚教，好自由。啊，这买又一个迄种做有名导演，像叫吴宇森。哦，伊决定了都要放婚教。有影。嘿，解会一个感谢，感谢。好，来看分数。嘿，先看咱的增加，嘛是等开市的心。不要紧，豆来还有几下回合。好，来，搁说的就是咱的起价有5000哦。好，啊，咱顶价咧。哦，顶价即嘛有1万。那咱零价咧15000。来，上刺激要来啊！上尾啊一位要进来，加油！厉害！好，来，今日我啦。是第4位啊！哎，第4位啊，上刺激的来啊！对。因为唔爱有压力，
卖话咧，买啦，因为有压力嘛无效。因为即马上流行就一粒星啊。对啦，吼，咱安尼啦，拢可以。保持安尼。所以讲免烦，但是唔好保持，嘿啦，咱会当甲拍破开咱市。会甲嘿，一定爱开市一个。好，吼，知影就紧来试哦，有当时啊袂当试伤紧哦。对啦，试伤紧了后，你但是空气你就知影啊你嘛袂。使上班哦，因为我头在看吼，我要等到第5个、第4吼，拢无机会哦，袂使受伤这。你要等第5个哦。第2、第3才出来。我先摆甲你讲，第3个无论如何都甲试落去。啊，若无第4个就大家拢知影。大家拢知啊，差不多。我甲功夫传到你。对啊。你知？好啦，咱这里面大会哦，咱今晚就到这。咱正式的节目要开始啊！好，等下无等下，人咧慢慢跳舞哦。好，来第一题哦，这题有几个字？第一题有2个字。好来，咱请提示。第一题是，伊是上调、周调的时期就出现啦。哦，上调、周调的时阵就出现啦哦。哎呦，你个知影？你个知影吼？好来，我见你无细细念，我个第2个提示哦你。拍篮球。拍篮球，上调、周调，拍篮球。哎呦，看正远呢。无吼，第3个提示。弯腰，过来呀！弯腰，拍篮球。嘿呀，是什么话咧？无吼，过来哦。第4个提示。寒天会食的，寒天啊！辉哥，辉哥，啥那是辉哥嘞？拍篮球盖辉哥啊！鸳鸯，等下，等我讲了。鸳鸯辉哥，寒天会食辉哥，但是休息期。上调甲周调。会出现辉哥。哦，会出现的辉哥。威罗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辉哥对唔对？对。来分数。恭喜请假加5点咯。是，你拢无想到吗？后壁上尾一个提示。刷地因为头一个提示吼，上调时期出现啊，我拢会想到鼓动。你是讲已经想到啊吗？第1个已經想到，你來講的啊。我想到啊。係啊，但是唔對啊。但無一定是對啊。我一定是對啊，對啊。伊講要看輝哥啦，對啦，拍籃球看輝哥，看輝哥吼。彎腰嘛是輝哥嘛，兩邊嘛。一個險的，一個袂險的。是。我即馬看到頭前2個有對，阮後邊2個攏無對呢哦。你即馬在想到？我在想到。我袂想慢你對。不要緊啦，有機會啦。是，我問一下，阮妹妹。沒。是的，你有想到無？無，你嘛無想到。無想到。哇，唉，無要緊，趕快。我嘛無想到。無要緊。講一題，上尾一個，咱好啊，甲想者，好唔好？好，等下就要真正要看分數啊！來哦，好來，這題幾個字？這題3個字。來哩哦，好來，咱請出題，看第1個提示。伊用是歹結調。歹結調啦啊，這上無好啦。無好。嘿啦，歹結調。好，來第2個提示。目睭圓玲玲。歹結調，個目睭圓玲。哎呦，咱膝蓋真厲害哦。是。目睭圓玲。做。做啥？對神拜嘛安尼啦。伊下還一直錯哦，緊張啦。點啊？我拄只有，啊，互你。即馬無啊吼。等下。來，你的答案是啥物？跳目睭跳。對。眼皮在跳。跳，目睭皮啦。目睭皮跳。目睭皮跳。迄叫啥？目睭皮跳。唔是哦。目睭皮跳，6字呢？那我這啦，目睭皮在跳。你決定一個倒3個字。不要緊，互你整理一下。目睭皮哦，目睭皮。好，來，老師，目睭皮對唔對？唔對。你無機會啊？是，來，3位有機會哦。有機會哦。來，看第3個提示哦。來，咱看第3個提示。會送批。一個會送批，目睭皮。哎呦，會送批啦。來，要試無？哎呦，咱的來，嘻嘻，你的手敢會疼？嘻嘻，
这真歹讲呢。布袋戏，布布袋戏，啥那是布袋戏？因为娃娃会上批去表演，那就会要布袋戏。伊的意思讲布袋戏内底红啊吼，咧表演的时阵会表演上批啦。就是安尼人啦，当安尼。啊，伊的目睭可以叮当，可以叮当，哦，可以上批哦。好来，所以讲你的答案是布袋戏。好来，老师布袋戏对唔对？唔对。哎，还有机会哦，来，李六，暗公教，暗公教，暗公安怎讲？暗公教啊。啊，什么公什么教？暗公教目睭听洗后壁去了无？哦，伊是暗公教是吧？鸟头鹰啦。哦，我啦，你讲的是啄木鸟啦。不是，目睭安尼就大路会咕咕咕咕。啊，伊会上批哦。哦，这个上批，你冇看过早迄款电影啦？哈利波特，嘿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上批拢暗公教咧送的啦。想那拍去掉，上批拢你看到暗公教会拍结掉。想那啊，你看到我赶快。所以你讲你是垃圾面啊，对不对？是啦，也人生较艰苦啦。是，后来你的答案是暗公教，老师暗公教对唔对？对啊。暗公教企业路。后来分数个加落去，恭喜林家佮加5000。你什么奖？伊是布隆族的，迄个布隆布隆的，上上囡仔教，上囝教，上囝教，伊是暗时啊，夜行性的动物。是。哈利波特嘛是迄种按公叫上批啊，对啊。后来先看咱金价，金价1万爱心一粒。哎，有精神就好。哎，好，好啊，那咱的起价咧，新价即嘛是7万块。啊，那咱零价咧，零价即嘛有2万。啊，顶价咧，即嘛有1万。愈来愈侪分数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位哈，阮到第1名。嘿，阮到第1名。是看谁会使活甲上尾就赢。应该搁他去哩吧？哎，甲恁讲一个机会哈，上尾赢迄队会使得到3万块。要冰雹的科技道啊！是，我讲咱这个会合无，就敢若3个答 A、B、C。是的。嘿，这个时阵就要甲风险甲分开哦。吼，那答唔去倒位，阮音乐若停，你就停喺遐。对，去跳。啊，唔通趁你个音乐停工杀过去，安尼唔通。好，我想哦，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会用倒子赛吼来形容什么款的职业呢？代表你是卖护照啊？头发红冻掉。即嘛早侪人连计票科拢对分人过去。内底所有的人，敢若我知影答讲完了哦，其实老师嘛免解说啊。我甲你讲，今天若无阿雄退出演艺圈。我退出。如果退出演艺界，对着李六伯啊，敢会对咧？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会用倒子赛吼来形容什么款的职业呢 ？A， 伊是民俗疗法的医生 ；B， 伊是剃头师 ；C， 伊是办桌的师傅。好，来，咱 A、B、C 请选择。来，到底是嘿民俗疗法，嘿来15秒尔，15秒尔哦。啊，尽量徛起来吼，去甲别人怪者。嘿，是剃头师还是啊？靠边哦，大后边哦。你没有对了，我了，是。来了。哎呦，来go。 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哇，哦，精彩哦！来，哎，咱那无分散风险。来，咱来看者哦，咱因是选 A 啦。A 啦，嘿，是恁是感觉民俗疗法的医生。你感觉是代表你是卖护照啊？头发红冻掉，刚有杀出来。一条我站过。所以你边有那什么啊吗？哦，是我甲你问者，恁两个选。
好，咱简单讲啥啦？恁感觉是医生？那边有你讲专唔讲啊？来，因为即摆民俗疗法内底有一种叫做刀疗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刀啊塞应该应该是对。免惊，无定着就是恁着。哎呀，恁两个对就对。我嘛是感觉恁安尼嘛是有道理。来，咱来局长讲者，咱选的是剃头师。系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恁若去像我爸爸去剃头啊，拢去用迄种刀啊抠水手啦。嘿，我感觉因为这是较危险的动作啊，啊，家己做嘛歹做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个职业，所以应该是刀啊师。嘿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师傅嘛是讲是中破师上。是。对啊，刀啊师，啊个刀啊师听起来无像有会用食呢，你敢袂感觉？啊，中破师是办刀会用食物件呀。我即马开始咧烦恼啊！是啊，嘿啊，人毋是办道是总破西，啊迄边行咧办道西，徛者哇！哦，啊，等下恁若拢再会啊，恁若拢再会啊，啊，就剩恁几啊，再会就亚刚多啊啦，再会。还是代表讲者，即马早侪人连计票科拢最贵哦。这内底所有的人，敢若我知影早，什么原因？因拢他们都是盲从。讲大意呢？因拢是乌白道啦，我你问伊，你知啥物叫倒起师？我想讲你张白啊徛倒。这安尼唔通，安尼唔通呀！安尼你后悔吼？我感觉食这款板豆吼，比恁食的饭我多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我来听你解说者，你啥啦感觉是板豆师傅？因为中破师是一种。一般的讲法，是，但是刀子师傅呢，其实啊，咱伫咱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内底吼，拢会讲，比方称呼你这厉害，啊，像你这刀子师傅来讲办一刀啊师，哦，这种称呼啦。我这种讲法讲完了吼，其实老师嘛唔免解说啊。OK，伊是标准答案嘛。标准答案。这题我甲你讲，这题若无阿雄退出演艺圈。我退出。为什么？奇怪哦。有些，来，不要紧，来拜托老师哦，对。咱乖乖转来，嘿，咱就烦恼嘞。咱看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台湾咱 A 甲 B 的，嘿，拢先票棍者。这条会当讲是用汉字吼，你来甲咱怪啦。你写刀字两字吼，啊拄则迄个阿雄读做刀子师对吧？吼，啊当然有的人凡说会讲刀啊师啦，毋过若是照这音来想，应该当然咱教育部书店毋是用这两字啦，吼，咱是用这个厨房的厨，迄字的白话音刀，啊甲子嘛是白话音刀子，厨子吼，迄个刀子师，吼，啊当然这算有一点用汉字咧怪啦，嘿，啊毋过可能嘛有的人主张讲是安尼写吼，这是民间的讲法的用法，啊毋过就像拄仔讲的，咱有讲总铺师。啊，这个刀子师、刀子，也是讲这个板刀师傅，也是板刀的等等吼，这个名，因为这个全台湾各地有无共款的讲法，嘿啊，所以伊这就是死这个项目无唔对啦吼。恁有些嘛不一定分散风险嘛，因为咱队长都感觉讲一定对的，咱嘛对啦，一定对的啊。我种节吼，这倒卡倒三工的吼，有人会做手吼，水卡，水卡，对嘛？你讲水卡，伊讲唔知，因为是讲水鸡一种有无？哦，水鸡一种，水卡。啊，你阮就袂当出地啊？对啊，唔通出，唔通出。吼，啊，如果伊规定拢缀我来，我才会去。这麻烦的。你即摆有感觉你牌真济啦，啥物啊？足大足大。较正经的哦。较正经的哦。第来啊！100万卖讲生笑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动物吼，伊的形象会使互人看作是咧迄个。保平安呐，当岁寿的这个象征，会使，而且会使搁冻煞，搁招财哦。A 周子，B 麒麟，C 龟。好来，这三个答案 A、B、C， 咱请选择。来哦，敢若有15秒尔。是哦。以后是平安，当岁寿，招财冻煞哦。是周子、麒麟也是龟哦。哎呦，哦，看清楚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咱时间到。
好来，哦，你看，心机有够重，上尾几秒才跳过，你看。快赶快！来，乖啦。是来，咱徛好哦。咱这咱就敢若有一个，是你得到一个通啊好问的机会。对。阿母打一下就好了。我上电视啊。你会感觉是周琦哦？周琦。是安怎是周琦？因为周琦嘛有招财的意思。是。平常时我伫咧柜台嘿，拢会讲。嘿，周琦、阿姑、财神爷，拢讲满满。哦。嘿，所以我应该是周琦哦。嘿，伊嘛通啊动耍。嘿，嘛通动耍。嘛通啊招财，招钱来啦。招钱。对。哎，静之，你想啊，选 B。阮拄则是咧讨论讲是鸡灵还是龟啦，龟是灯会的寿，是大家拢知影嘛。啊，不过平安甲招钱个冻煞，我是想着讲迄个正正的迄庙啊，外口拢会有鸡灵，所以我想讲伊可能是伤济迄个拢有，啥物拢有。是，你嘛是感觉是吉祥，还是安怎祥？因为我就爱鸡灵的，鸡灵一级棒秘鲁。伊是要买水啦，你哎嘛对啦，没关系啦，大家有咧接触啦，对，所以讲迄种秘鲁水是啉了真好啦，招财啦，够好困啦，啉话佫会平安啦，嘿，啊，毋过袂当开车啦，才会平安啦，好来，即马大家拢对你啊，厉害啊！你刚讲到，互人看到是平安长喜上的哦，绝对是互人看到的，嘿，互人看到，但是麒麟是平安的，平安，周琦是招财的，是，但是长喜秀内底。我照汉咧看咧周琦活足久的，周琦哦，迄若出事搞定哦，迄一个过一个关热天时春夏秋冬嘿，啊就登去啊。啊久哦，你看啊，安怎看拢袂死。是，雨来啦，风台啦，雨龙安尼。等你臭水走后，伊嘛是搁活甲安尼。哎呦，所以我符合你这哦，长喜秀绝对是久啦。重点咧讲是哦，互人看到，像看过鸡。而且麒麟一般拢是新民大。你即马改工作，我感觉伊的开口甲你丢愈来愈像。放心啦，对，无唔对啦，上看过麒麟嘛，连周琦要看都喊你看。哦，这做。啊，古咱四个拢哦，真正我唔捌看过。这只就是啊。你讲啥话演啥呢？是，好啊，那古就大家拢看。讲四个有啦，水底啊，打水节哦。啊，这卖甲问啊，时间有限不是啊，你莫讲拖人时间有限，讲拖到人要做3点外钟。咱敢若带一个你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，系啊，真奇怪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咱接下来答案是。有补充一点，甲台语有关系，就是这个久的音拄啊好，甲这个久的音，啊，搁有久的音，哦，做哇啦，啊，所以拢是有迄个灯会秀啦，吼，啊，搁来咱有做者民俗的场合，拢会看到做久的形的一寡物件有无？对，啊，搁来久的迄个壳顶面迄个纹路，哦，就是较特殊，大家感觉讲咱像八卦，吼，就是讲迄个特殊的感觉，所以这综合起来，所以都讲这个答案是久。咱即马零呢有3位，零有3位，顶的1位，顶的1位，啊，搁来青的嘛是1位，哦，啊，咱的青的有3位哦，哎呦，拼哦，好，来继续第3题哦，来，咱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米酒是咱台湾重要的调味料，啊有一种叫做米酒水，一般传统风俗内底是虾米人爱特别啉，还是食，还是用到的 ？A 是过80岁大寿的阿祖 ，B 是做艺来的妇人人 ，C 是16岁的囡仔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来 A、B、C， 嘿，15秒尔哦。米酒水哦。是米酒水哦。是80大岁阿祖，做未来查某人，还是讲16岁囡仔哦？来，是酒酿吗？有点好，来，请就绪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听。哎呦你啊！是，你捌听过米酒水？捌听过。捌听过。是，啊，不过用途你知影？确实唔知，但是我拄仔咧想讲，因为年岁较大的人可能比如讲气血较歹，所以讲伊可能讲
比如讲过80的时阵，可能讲可以啉一个气血较顺一个，可以搁较长寿安尼，我是安尼想的。这嘛是好的，有道理呢，哦，嘛是有道理啦，是无唔对。来，我感觉伊讲的嘛是有道理。啊，两个拢是做人爸爸嘛，佮做过头啊啦。对啊。吼，对，恁选的是做未来的查某人。是的。是，恁有敢有安尼甲恁的？有啊，咱听伊安怎讲。哎，我生三个呢，生三个，我冇上细嘛唔知影。上细汉的才一岁，才啉过尔。好，等下。恁两个就拢就，因为两个拢娶过某啊嘛，是啊，是嘛，拢甲我搁娶两个呢，嘿啊，是，什么头尾鱼啊咧？我是无迄个机会啊，你要甲你讲，我嘛想要娶两个。是，我来问咱，对，来，你啥来徛咧咱的边？因为敢若捌听过，就是讲米酒水，啊，而且这理由是讲。嘛是做过来的时阵，嘛是爱互伊行气，迄气血爱通啊，啉这个酒有帮助，啊，毋过佫袂使啉伤高的，所以我透一寡水安尼。来，16岁囡仔，16岁囡仔敢会当啉米酒？成年礼哈。就是因为还未18岁，所以爱啉透水的米酒。哦，袂使啉纯的啦，咁袂当卖啉，袂使啉纯的。爱透过啊。无爱透水啦，嘿，米酒啊哩啦，对啊，是。无，迄人讲做过来查某人，我感觉应该毋是迄，因为伊讲米酒水嘛，无就讲米酒头啊就好啊，对无？拢是掺米酒，袂讲一定爱掺米酒水，袂安尼讲对无？是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是咱请回，是，迄毋是直接米酒透水啦，迄是要安怎米酒直接透水？迄爱迄个滚过，啊，搁爱蒸饭吼，迄停饲料，啊，迄酒精会剩一丝丝啦囝，啊，毋过除了酒精以外，其实上主要是伊迄有迄个人讲有一寡微量元素啦吼，啊，搁有一寡即个米丸等等的物件吼，啊，是安怎古早要啉迄吼？其实是因为古早时代还袂有水倒水，吼啊，也无法度什物杀菌等等吼，啊，咱若只讲是即个做未来吼，诶，即个过程感觉抵抗力可能会较歹，吼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古早人就用即步啦，吼，等于讲，因为本来咱有一寡禁忌嘛，讲也袂当什物啉水，袂当洗头，袂当什物食盐等等吼，会禁忌，所以用。米酒水来做一个补充，安尼啦，对，好，以上来哟，上个咱请这题。是，请问真侪台语是对原住民语来的，你敢知影？等一个倒一个台语用法是对原住民语来的 ？A. 马西马西 B. 阿萨布鲁 C. 罗顺。哦，好来，15秒，咱请选择。嘿，到底是安那咧？马西马西，阿萨布鲁还是罗顺啦？台语对原住民来哦，大家想我啦。行一。三位是一个团体哦。好像是。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听。你哪个比较？你感觉是马西？是啊，因为你捌听过马西的意思。就是迄条歌嘛，马西，尽量来啉互伊马西。啊，我印象中敢若是这个是较接近这个原住民语的。哦，你感觉较接近的。我本来是想要选第3个，罗顺。啊，毋过罗顺我印象中是英语，还是讲迄个欧洲迄边来的。哦。啊，毋过嘛有可能记唔着。是，来，咱感觉是阿萨布鲁。因为马西是日文。日本话哦，尽量来啉可以嘛？马拉松，啊，所以有问。马拉松，第一个伊讲的，我感觉有道理的吼。啊，咱即马讲阿萨布鲁，其实阿萨布鲁的意思哦，就是讲你这个人吼，安尼做代志安尼啰嗦，嘿啊，乱学来。啊，因为阮本身哦，阮有计划，本身有2个人，一个毋是伊死，就是我死。毋是你死，我会换一个，啊，因就较危险嘛，这种较危险。我会记阿萨布鲁是透早无算过的意思。
是阿萨布鲁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即摆上尾啊，来，游船。哦，伊这阿个遮大哦。是，你是慢慢啊对啦，还是感觉你知影这个意思？慢慢啊对。你叫我。伊徛遮拢无紧张着。又听队长的话啦。哦，原来啊，来，我讲你阿萨布鲁，袂歹，嘛袂歹，好来，即嘛有心，都有机会。因为我想要得到一个人互人访问的机会。一个人啊。我有想一个答案，嘿，因为较早原住民，因拢是迄天主教、基督教的，所以因会比咱搁较早接受到英语。哦，外来语。嘿啊。脑术，迄个术就感觉我嘛唔知。哦，你讲啊，我尽力啦，我尽力啦。冇紧，袂歹。咱的答物件拢真好。系啊，大家拢照有道理的呢。题目出了赞。嘿咩？好来哦 ，A、B、C 拢有啦。ABC 哦。来，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这个马西吼，伫个这个17世纪的西班牙的这个记录内底、文献内底，就有写着讲原住民伫个啉烧酒醉，啊，伫遐咧画来画去，头壳无甲清楚的时阵，迄个过程啊，就是类似马西，毋过其实个音节足长啦，吼，啊，落尾敢若出马西这个音节尔，嘿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平埔族语啦。吼，平埔族语，啊，那这个阿萨布鲁呢，吼，伊是对这个日语的这个。阿萨布罗，吼，阿萨布羅就是早起時嘅洗身軀嘅即個意思，吼，來導嘅，吼。啊，當然咱有走音啦，就是咱變做即馬攏講阿薩布魯，都有小可走音，吼。啊，另外即個腦順呢，吼，腦是英語嘅腦無唔對啦，啊，毋過順是台語。順哦，有幾啊種意思啦，吼，啊，其中就是一個意思就是安那，食較足緊的，吼，食飯速度足緊的安尼，食較速速叫。嘿啊，就是講啊，個另外當然有迄個拍意思，迄是另外一個意思，嘿，順落去，嘿，對，啊，所以腦順算是英語加台語安尼啦，嘿，對，所以馬西是原住民誒語言來安尼。好，來，即馬上重要的是。来看分數，是来先看咱真假，因为这回啊赢赢，所以真假得到3万咯。啊来咱起价咧，起价即嘛有1万，嘿啊来咱人价咧，人价即嘛有2万，嘿啊来咱真价咧，嘛有1万哦。嘿，好，起来咧，1片1000斤。1票1000斤，话多话奖金，是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有3万啊！3万哦，哇，所以讲是30秒，只有30秒，够，一定无够的啦，咱再加30秒变60秒，好冇？来，咱这回也就加3题尔，3题。那知影看到画啥画出来就紧的讲淡，啊，若讲到啊上就会停啊。对，啊，话大声，互我听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2个字。2个字，咱即嘛有60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这个！这应该去领钱啊！阮金张啊，换阮金张啊哦！发博啦，3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好，来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2个字。2个字，咱即嘛有60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这是一只啥话？哦，足好话哦。哦，得奖金卡。哦，得奖是啥？那我就紧哈，等下，你切掉啊。我切掉啊。好，来，第2题要来啊哦。来哦。来，几个字？会使讲4个字啦。 4个字哦，咱即嘛52秒哦。嘿，52秒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哦哦哦！哎呦，红红，光亮红健康。这是啥？一笔画完一题啦，一笔呢？是不是？一笔你还丢手奖？你
你大学是读这吗？嘿，无啊，是兴趣。对，你看咱即摆几秒？我正话画图的。哦，46秒。哦，哎，这真你要去领钱啊！阮金章啊，换阮金章啊！好，来第三题啊！第三题吼，好看一下。来，几个你？5个你。 5个你哦，46秒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喂，秒数咧算啊！你尽量画，尽量画。哦，两个人，你跟有关系。什么？去食光乐高。去食光庙公。 这都伊看到庙嘛？因为伊本在大碟内底，我看人家赶出去。对，真正是我的好朋友。真正，哇，有厉害！来，咱即摆看咱的秒数是偌济？是咱即摆的秒数，恭喜哦，讲32秒。来，你徛这来徛这，哇，嘿，3秒了。继续意思是讲，咱通啊，搁较一悬那啥决赛啊啦。决赛啊！啊，不过你有想要爱这届奖金无？当然嘛， 3万爱好，来，今日去颁奖。恭喜！花钱哥，奖金3万块，还有奖杯。开始不要有熬咧，来，要讲谁啊感言无？哦，我真正就感动诶，感动诶。咱一开始写作，是调工的啦，是调工哦，一粒爱心的时阵是调工的。是啊，讲点点食3碗公。我真正爱感谢我的队友，伊足够的，迄龙卷风第一边那讲我根本都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最后一题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足侪年的，所以才知影我是咧画画。哦，原来朋友真正爱好啊，搞。这叫做到达啦，默契到达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单方位单老师辛苦了。台语成功，大家有机会。哎，讲台语，提爸爸。大家都欢迎，谢谢，感谢。